今仔过年要到啊，新北有民间工作室招台语团体来办活动，要教囡仔家己来印蛇年的这红包甲存啊。这叫做雨伞节，嘛有人叫讲雨伞蛇。正紧就要过蛇年咯，老师带家长含囡仔做手工红包进前，先教大家各种独蛇的台语名安怎讲，然后再个示范安怎用头刀固色料。这是台语路协会和乐心观音工作室合作的台语活动。趁伫过年前来教囡仔蛇的台语，嘛教讲红包存啊安怎印。活动嘛结合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的点数累积，和台语家庭来参加。这蚊仔帮吼。因即马要拄好过年红包，佮有存仔，吼遮囡仔吼过年时阵有红包会当摕去讲我过年时阵有做这古水的红包啊。因为台语路的目标就是家长伫生活中，就是会当用台语甲囡仔做所有的代志，所以当然过年即种节日，阮嘛希望讲会当互囡仔体会讲传统的过年的迄种热烈的欢喜的活动安尼。互囡仔经家己的图样甲色料做出属于家己蛇年的红包，有家长特别对桃园饼来新北参加，嘛表示为着累积点数，定定带囡仔四界走。迄种家庭迄种要点数的活动，阮嘛最近就开始拢会较侪去参加。旧年无参加就无彩，所以今年就一开始就紧报名安尼。虽然因为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机构有侪台语活动，不过有家长表示，各县市的课程和活动无改变，均也是有较少淡薄。希望未来透过政府推广宣导，会当愈办愈招文。记者卢尚如、柯炳杰新北报道。